中國焊死咗兩道大門，電力霸業嘅成果而家開始浮現。人類歷史上出現過五大超級工業強國：維多利亞時代嘅英國、威廉二世時代嘅德國、羅斯福時代嘅美國、神武景氣時期嘅日本，仲有勃列日涅夫統治下嘅蘇聯。但係得一個國家可以叫做工業黑蘇魯，就係今日嘅中國。咩叫黑蘇魯？用4個成語個形容就係龐然大物，深不可測，無法理解，不可名狀。大家都知佢嘅體量好大，但究竟大到咩程度，啲人真係清楚，甚至連我哋自己都唔知。有句說話講得好啱，叫做工業大摸底，越摸越攞底。佢講真，前5個超級工業大國喺我哋面前都要低頭，好似螞蟻咁。特別係同工業有關嘅電力數據一出，全世界都呆咗。嗰邊英國金融時報用一支震下咗筆，宣布中國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電力王國。而另一邊，創下5萬億市值、刷新宇宙新高嘅英偉達 CEO 黃仁勳，都用無奈嘅語氣講咗句說話：中美 AI 競賽，中國以2-1領先美國。我哋先睇3組數據。第一組，中國嘅煤電裝機量等於美國、英國同俄羅斯3個國家加埋。太陽能電池板裝機量更加係全球一半有多。風電增長連續多年穩坐世界第一。就連最先進、最尖端嘅核電，中國興建緊嘅機組數量都佔咗全球40%。第二組，過去成個1年，中國發電量突破咗101000億千瓦時大關，係美國嘅2.5倍、日本嘅10倍、德國嘅23倍、英國嘅35倍。就算成個西方最強、最發達、工業最勁嘅7國集團加埋，都只係啱啱同我哋打個平手。第三組，唔耐之前，中國仲創下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單月用電量超過11000億千瓦時嘅紀錄，比英國同德國成個1年嘅用電量加埋都仲要多。由上海外高橋3電廠，全球最優煤耗嘅超臨界機組，到西諾道水電站全生命週期數字化智能建造嘅巨型水輪發電機組，從甘肅民勤嘅第4代 U 機熔鹽堆核電站，到青海中控德令哈塔市光熱電站，完全國產化嘅聚光儲熱系統，從比亞迪刀片電池突破性嘅結構創新同安全性，到淮東皖南正負11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工程嘅全球最高電壓等級，中國嘅所有關鍵技術環節都實現咗超越美國、超越西方、超越世界嘅全面領先。更令西方產業界絕望嘅係，即使中國已經做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地步，佢哋仲係繼續瘋狂講緊電力霸業。而家呢一刻，全球新建咗8成火電、7成光電、5成水電同風電都喺中國。歐美嗰啲搞能源、搞工業嘅從業者見到呢組數據都崩潰晒。中國人係咪佢哋啊？佢哋搞咁多電站，到底想做咩？其實答案好簡單，就係要壓低電力價格。以人民幣計，全球平均用電成本大約係1.122，美國係1.255。歐洲自從俄氣斷供之後，差唔多去到2.458。但你知唔知中國係幾多？全國平均成本淨係要5毫，但喺光伏板大規模鋪開嘅西北地區，甚至將電價壓到每度1毫5。喺平到離譜嘅用電成本，一方面會推動電力嘅成個能源體系入邊急速擴張，發達國家嘅電力嘅終端能源消費入邊嘅佔比淨係得19.7%，但中國而家已經去到28.5%，到2030年仲要將呢個數字提升到34%，簡直恐怖到佢。呢個就即係話，當歐美仲喺度糾結究竟要唔要發展電動車，要唔要翻轉頭用內燃機嗰陣，中國已經建立咗一個完全電氣化嘅能源體系同交通體系。好似寧波嘅舟山港，而家用岸電系統咁取代船舶燃油；唐山嘅鋼鐵廠用全電爐煉鋼取代嘅焦炭工藝。青海又有綠電製氧項目喺化工園區度推行緊。至於交通方面，除咗國產電動車繼續喺全球大殺四方之外，電氣化革命其實已經滲透到海運同空運環節啦。就係啱啱前幾日，小鵬飛行汽車官宣量產，全球第一艘萬噸級純電動運輸船葛洲帳號嘅宜昌下水。商飛同寧德時代合作嘅全電動客機都快有結果啦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將電力成本壓到白菜價，下面就鎖死咗工業化嘅大門，上面又鎖死咗 AI 嘅大門。任何國家想搞工業化，佢嘅產業係咪都要由低端開始做起，然後靠住低端工業賺翻嚟嘅利潤去做產業升級，慢慢由低端走向中端，最後再去到高端。
問題就喺呢度，技術含量越低嘅產業，電力成本嘅企業成本入邊嘅佔比就越大。喺低端製造業入邊，電力成本係僅次於原材料嘅第二大成本，仲高過勞動力成本。而喺中端製造業入邊，電力就排咗原材料、勞動力之後，係第三大成本。所以做中低端製造嘅企業要去一個地方投資，最緊要就係佢哋嘅電力成本夠唔夠平。好似做衫、鞋嗰啲紡織業都算係好低端嘅產業啦。但即使中國嘅勞動力成本已經好高，我哋依然係全球最大嘅紡織業生產國，規模比第二名越南同第三名孟加拉加埋都仲要多幾倍。點解呢？因為從企業長遠發展嘅嘢，我哋嘅電力成本幫企業攞翻啲錢，其實多過勞動力成本嘅開支。好多人仲炒作話越南會取代中國製造，變成世界工廠。但你睇下越南嘅工業園區，一個星期7日，有2日停電，3日限電，佢憑咩超越中國啊？你再睇落去，越南投資嘅外資企業，好似三星、富士康、蘋果咁，基本上都集中喺北邊起廠。原因咪就係因為嗰度近中國，可以直接喺中國買到又穩定又平嘅電咯。呢幾年如果唔係雲南同廣西賣電俾佢嘅，越南出口早就玩完啦，邊有咁興旺啊？所以當我哋將電力成本壓到白菜價之後，大部分國家就冇乜承接中低端產業最核心嘅競爭力。工業化嘅大門係咪等於對佢哋關咗門，而向上鎖死咗呢道 AI 大門？甚至連美國都擋咗門外。英偉達市值突破5萬億美元大關之後，黃仁勳喺 CNBC 嘅訪談節目入邊，第一次全面睇評比喺中美之間 AI 競爭嘅優劣。佢將成個 AI 競爭優劣分離做芯片製造、市場應用同電力供應3個板塊嘅評比。結果係中國以2:1領先美國。搞 AI 要用到大量先進嘅算力芯片，呢方面我哋而家的確唔及美國，否則英偉達個市值都唔會炒到咁高。但黃仁勳自己都承認，華為追得好快，最近出咗嘅芯片，距離英偉達淨係爭幾年。市場應用就唔使多講啦，中國 AI 大模型係開源嘅，美國就係閉源，發展前景一定比美國大。同時，中國對新科技接受程度好高，而家已經喺唔同領域試緊 AI 落地，特別係工業製造方面。中國規模以上嘅工廠基本上都接入咗 AI 系統，生產效率前所未有咁高，物料同庫存都壓到極致，企業現金流比以前多咗好多。再嚟就係電力啦， AI 運算其實係比生產晶片仲要食電嘅產業。 GPT-4 單次訓練嘅耗電量超過500萬度，相等於5000嘅二氧化碳排放，差唔多等於一個中型城市幾日嘅用電量。行內預測，預計到2030年，全球 AI 產業對電力嘅消耗每年會超過9450億千瓦時，相等於3盒水電站3年發電量嘅總和，佔中國舊年總發電量嘅1/10。照我哋用電纜趨勢嚟睇，呢部分新增嘅電耗肯定嘅問題。但美國就唔同，美國電網本身就唔統一，跳掣、停電嘅情況時有發生。前幾年美國德州落雪災，成個地區嘅電網直接崩潰。超過450萬戶家庭同企業停電，批發電價一度衝破1萬蚊1兆瓦時，比正常水平飆升近200倍。白宮都知自己嘅電網係咩料，所以乾脆就話要搞核電。今年5月，美國政府豪咗800億美金，大約5600億人民幣去擴建本土核電站，重點就係要滿足 AI 產業嘅需求。問題係因為福島核電站嗰單嘅各國對核電產業嘅監管一直都冇放鬆，搞到核電整體嘅建設成本同埋運營成本都高咗好多，完全比唔上光伏、風能同火電。但喺呢方面，中國可以話係有優勢。前幾年砸咗好多錢去起新能源發電站，各地都瘋狂上馬光能、風能工程，結果就產生咗大量電力過剩。浙江、山東、甘肅好多地方仲一度出現過負電價嘅情況，即係光電站要倒貼錢俾居民用電。嗰陣時大家都煩緊咗電點用，成日就氣光氣風。而家好啦，唔使再氣，甚至仲變咗做 AI 時代嘅優勢。呢啲唔係命中注定咩？其實未來一個發展趨勢已經好清晰，中國將會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以電力做基礎能源嘅國家。電係工業之母，電力抗手，中國都會穩坐世界製造業中心。同時，我哋仲會用最先進嘅儲能同高壓電網，將呢啲平電送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。無論係緬甸、孟加拉，定係東亞、南亞，甚至拉美同非洲，中國清潔電力嘅星星之火必定會燎原，照亮成個蔚藍色嘅地球。正如三體入邊講嘅，係要俾歲月有文明，而唔係俾文明有歲月。而中國而家就係為人類文明
為地球文明注入一股永不枯竭嘅光明動力。